世界上每一個人都享有若干基本嘅人權。喺香港，你有權隨你中意自由往來同選擇居所，你有權確保你嘅私生活、家庭或者屋企唔受騷擾，你有權享有思想、信念同宗教嘅自由，你有權同任何人結社，你有權享有自己嘅文化，奉行自己嘅宗教同使用自己嘅語言，你有權確保你嘅仔女受到保護。知道我哋嘅權利所在，就要致力維護，而其他人嘅權利，我哋亦都要同樣尊重。咁香港先至會成為更適宜安居樂業嘅地方。